同我哋黃玉珍主席咧同年嘅，95歲，你真係話真嘅，好精神，95歲。呢個咧何文公醫師咧亦係95歲。咁咧，我今日咧就讀一首詩，我哋詩畫琴棋會得呢首詩唔係我嘅，而係何文公先生嘅《養生篇》。點能夠身體好？4句大家記住哦。相逢若聞養生篇，相逢若聞養生篇。飲食均衡戒酒煙，飲食均衡戒酒煙。充足睡眠勤運動，充足睡眠勤運動。7分溫飽受延年，7分溫飽受延年。何醫生咧呢18個字咧，就如果做得到咧，就起碼個個都有95歲以上啊，係咪黃主席？並且咧黃主席好，何醫生都好，佢除咗呢28個字咧，仲有一特點就係非常熱愛中華文化，非常熱愛中華文化。黃主席係咁樣啦，所以咧何醫生寫字畫畫作書都非常好，所以咧我哋詩畫琴棋咧亦能夠益壽延年嘅，益壽延年嘅。我舊年到北京，呢幅字咧係97歲嘅，呢係90出世嘅，寫得好勁，寫得好勁。今年97啦，佢係毛澤東嘅秘書，毛澤東嘅秘書李銳俾我寫嘅。呢幾個字咧係我正在寫一本書，我正在寫一本書嘅書名，佢就係97歲嘅啦。佢有啲詩作得好好，仲有咧，我舊年去北京訪問啲詩人，呢個詩人咧叫做何耀光，他是叫何有光，何有光什麼？是中國漢語拼音之父，係中國漢語拼音之父。佢今年幾大咧？就107歲，107歲。呢個都係文化人，佢哋喜歡詩畫琴棋，所以我就唔囉嗦啦。即係咧，除咗呢28個字，大家喜歡中華文化，喜歡我哋詩畫琴棋，大家可以益壽延年。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萬事勝意。多謝各位。再次多謝毛會長啦。繼續咧，將會有我哋嘅聯成公所主席黃玉珍先生嚟代表我哋中華公所主席吳國基先生致辭嘅。我哋俾啲掌聲有請我哋黃玉珍主席，好唔好？有請。恩財會長、周榮會長、岑若懷董事長。今日我代表呢個中華公所吳國基主席嚟祝賀今晚呢個宴會，我非常之榮幸。今晚呢個宴會氣氛係好唔同，充滿文化氣息。我哋感到呢個學會係一方面係發揚中華文化，另一方面咧係豐富人生，使到我哋享受一種中華文化嘅人生。今晚盛大嘅宴會，我祝座上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行住詩畫嘅呢個會業務昌隆，各位董事一切工作順利，多謝。多謝劉主席，我接住個麥就講一句，黃主席咁長壽，
呢度有本書叫做《破解長壽密碼，走向健康之路》，係我哋董事溫旭鵬、黎小青寫嘅。佢今日帶咗10本嚟，如果大家需要呢本書，可唔可以到你 office 攞？可以。可以的，可以。以後呢，需要這個書呢，到袁醫生那個辦公室去拿。叫做溫希鵬，大家看報紙呢，看到他個辦公室的電話了。好，多謝。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歡樂。咁好啦，咁繼續你今晚我嚟咗好好嘅朋友啦，咁就係我哋嘅市議員陳善文女士啦。咁我哋而家俾啲掌聲有請我哋陳善文女士上台為我哋大家致辭嘅，好唔好？哇！好高興見到大家咁開心，同埋有咁多精彩嘅中國嘅藝術品，即係等我哋大家可以大開眼界，同埋可以欣賞到我哋嘅中國文化。咁好多謝書畫琴棋會每一年籌辦咁大嘅聚會，等我哋個個都有機會去欣賞我哋中國嘅文化，同埋好多詩畫喺呢度。咁我送來一封我哋市議會嘅恭賀，送俾梅主席，同埋你哋嘅董事長係嘛？阿岑生，你哋兩位咧咁多年來咧喺我哋嘅社區推廣我哋呢個中國文化係非常之重要。咁咧我就有一個要求，我就希望咧今後你哋可以幫我哋喺呢度將中國嘅咁精彩嘅藝術文化咧帶入我哋呢個主流嘅社會嗰度。咁咧我諗喺第一選區咧，我哋一定要揾一個地方，揾一個機會，等多啲喺我哋紐約市特別喺我哋呢個第一選區嘅嗰啲居民，可以有機會嚟參加呢啲咁嘅活動，好唔好？咁我哋喺明年咧要大家合作去做到呢個，等多啲所謂美國人唔係中國人，等佢哋有機會可以嚟欣賞。咁好多謝你哋，祝賀你哋會務昌隆，而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多謝。多謝陳議員，我哋以後一定努力去做，但係希望你幫助我哋咧喺唐人街揾嘅道口，我哋落嘅地方有個文化中心，除咗我哋會，仲有其他會能夠一個平台，就係我哋希望你寄託你身上啦。係繼續合作，多謝。我哋由書畫琴棋會嘅會長為大家為我哋徵詩嘅詩人頒發獎狀嘅喎。咁在這個時候呢，我們有請會長為我們所有的徵詩詩人頒獎。咁喺呢個時候咧，亦都想邀請所有嘅詩人上到台上啦。那這個時候，我們邀請我們所有的被徵詩的詩人來到台上，接受我們的領獎，謝謝。徵詩入選者：文達、黃永年、黃家潮、黃龍泉、伍蘭、伍若河、伍德始、伍漢懷、江秀儀、吳景、吳君遠、吳德輝、李錦松、林錦和、傅昌義、唐風、徐瑞明、嚴安東、梁小峰、梁金珠、梅力山、梅江偉、郭士斌、郭祖希、陳偉區、陳萬里、陳時區、施文、馮福陽、黃國碩、葉小琪、廖少棠、趙永鵬、趙振新、趙嫻、趙慕信、黎家活、盧信、譚峰、彭雙子、關子賢。好啦，我哋聽咗咁多位名流紳士嘅致辭，同埋咁多位詩人亦都上咗台影相啦。跟住我哋會有啲咩節目啊？冇錯啦，今晚咧大家嚟到呢個晚宴咧，我哋都特別準備咗一啲豐富嘅節目咧，送俾大家嘅。例如有咩節目咧？請問？例如又有唱歌表演啦、跳舞表演啦。先請出第一位為大家表演嘅咧，就係第2屆美國青少年才藝大賽中國舞嘅銀獎得主者，就係金子涵。我哋俾啲掌聲有請我哋金子涵嘅好唔好？好，掌聲有請。
係要請出第2屆美國青少年才藝大賽西洋舞嘅金獎得主李文峰小朋友。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Oppa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Oppa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Oppa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We는 너, 그 위에 나는 너. Baby, baby, 나는 뭘 좀 아는 너. We는 너, 그 위에 나는 너. Baby, baby, 나는 뭘 좀 아는 너.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Sexy lady.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Sexy lady. 오빤 강남 스타일.好啦，咁我哋繼續咧，將會由我哋嘅董事之一喎，我哋詩畫琴協會嘅董事尹希鵬董事為大家獻唱一首歌，叫做《草原上升起不落嘅太陽》。
我呢代表董事会，祝我们的诗琴琴棋书画会呢，今后的工作蒸蒸日上。